你有冇試過突然發現，原來自己可以享受到咁多免費或者超抵嘅着數？想象下，你拎住長者卡或者樂悠卡，出門搭車唔使錢，去景點玩免費入場，食飯打折，買嘢又有優惠，呢個感覺係咪好開心啊？尤其係嚟緊嘅2025年長者日，就係11月16號星期日，社署同好多商戶一齊搞咗個大活動，為咗表達對長者嘅敬意同關懷，全港有超過2600間商戶參與，提供咗好多專享優惠。今日我就嚟為大家整理一個超完整嘅懶人包，專門針對長者卡同樂悠卡持有者，涵蓋交通、景點、美食、購物各方面，全部都係免費或者折扣，保證讓你聽完之後馬上想出門試下。記住啊，呢個活動係社署主辦，目的是讓長者感受到社會嘅關愛，同時鼓勵大家多啲陪伴長者出門走走，增進家庭感情。如果你係年輕人，聽完之後不妨約埋阿公阿婆一齊去玩，創造美好回憶。首先嚟講講交通方面，因為呢個係最實用嘅一部分。長者日當天，65歲或以上嘅長者，只要用長者八達通、個人八達通或者樂悠卡拍卡，就可以免費搭好多交通工具，譬如港鐵、輕鐵同港鐵巴士。呢個優惠適用於本地車程，但唔包括機場快線、去羅湖或者落馬洲站嘅車程，仲有高速鐵路。如果你搭東鐵線頭等，就要另外付額外車費。不過，正常搭港鐵去邊度玩都免費，拍卡之後扣嘅車資會顯示0蚊，超方便。想象下，你住九龍，想去中環逛街，平時都要幾蚊車費，當日就完全免費，慳返嚟食個下午茶都得。或者你想去尖沙咀睇維港景色，搭港鐵過海，零成本，感覺像免費旅行咁輕鬆。記住啊，拍卡前確保你嘅卡係長者專用，否則唔會扣0蚊。假如你冇帶卡，直接出示長者卡或者身份證，部分情況下都可以享優惠，但最好帶卡以防萬一。呢個優惠讓長者可以隨意探索香港各區，唔使擔心車費負擔，特別適合喜歡散步嘅長者，從早上出門到晚上回家，全日零車費。再嚟講巴士、九巴、龍運巴士、城巴同新大嶼山巴士都提供免費乘搭。65歲或以上長者用長者八達通、個人八達通或者樂悠卡拍卡，就可以免費上車。無論係市區線定過海線都適用。譬如你想去大嶼山玩，搭新大嶼山巴士去昂坪，當日都唔使錢。或者住新界，想去中環購物，搭九巴過海，0蚊車費，慳咗10幾蚊。記住啊，拍卡嘅時候，司機會確認你嘅卡類型，確保係長者專用。如果你唔想拍卡，有些路線可以出示長者卡，但最好用卡方便。呢個優惠涵蓋咗香港大部分巴士路線，讓長者可以去到偏遠地方，如大澳食海鮮，或者去元朗買生果，全靠免費巴士接駁。想象下，早晨搭巴士去維園晨運，中午去茶樓飲茶，下午去商場逛街，全程免費，感覺好自由啊！假如天氣好，你可以計劃一個巴士遊，從香港島搭到九龍，再去新界，欣賞沿途風景，絕對係長者日嘅最佳玩法。山頂纜車都係免費。65歲或以上長者用長者八達通或者樂悠卡拍卡，或者出示長者卡同香港身份證，就可以免費搭。平時搭山頂纜車都要幾十蚊，當日免費上去山頂睇夜景，吹吹風，感覺好浪漫啊！如果你唔想拍卡，直接出示證件都得。上去山頂之後，可以行山徑，睇維港全景，或者去山頂廣場食嘢，全部零車費起步。呢個優惠特別吸引，因為山頂纜車係香港經典景點，好多長者年輕時搭過，當日免費重溫舊夢，超有意義。記住啊，早啲去排隊，避免人多，
等纜車上山嘅過程已經係一種享受，慢慢上升，睇住城市景觀變化，好療癒。如果你帶埋孫仔孫女一齊去，呢個免費搭車可以成為家庭回憶，教導下一代尊重長者。香港電車都免費，65歲或以上長者出示長者卡或者香港身份證，向職員表明就可以免費搭。電車係香港經典交通工具，當日你可以由上環搭到銅鑼灣，慢慢欣賞街景，唔使趕時間。或者由中環去灣仔食午飯，沿途睇舊式建築，感覺像時光倒流。呢個優惠讓長者可以重溫舊香港，坐住電車回想年輕時嘅日子，特別有味道。假如你住香港島，當日可以計劃一個電車遊，從西環搭到筲箕灣，邊搭邊落車逛街，買些小食，零成本享受一日。記住啊，電車唔使拍卡，直接出示證件。職員會確認你嘅年齡，確保合資格。渡輪方面都好多選擇，新渡輪60歲或以上長者出示樂悠卡或者長者卡就可以免費搭。適用路線包括中環去長洲、坪洲、梅窩、芝麻灣碼頭等，仲有北角去紅磡、九龍城、觀塘等。如果你想去離島玩，當日就係最佳機會，免費渡輪過海。感覺像免費旅行咁，譬如去長洲食海鮮，搭渡輪過去，吹海風，睇海景，超 relax； 或者去梅窩行山徑，呼吸新鮮空氣，適合長者養生。呢個優惠涵蓋咗好多離島路線，讓長者可以逃離城市喧囂，去大自然充電。記住啊，出示證件時要清楚表明係長者，部分路線有同行者優惠。可以帶埋朋友一齊免費，富裕小輪都免費，60歲或以上長者出示身份證或者長者卡就可以免費搭。路線包括屯門去東涌、屯門去大澳、屯門去沙螺灣等，仲有同行者優惠，每位長者可以帶一位同行者免費，咁樣就可以約埋朋友一齊去大澳食海鮮啦。去大澳可以睇鹽田、食蝦醬。感受傳統漁村風情，免費渡輪讓呢個行程更吸引。想象下，早晨出發，搭富裕小輪去大澳，買些海味返屋企，全部零車費，慳咗好多錢可以用嚟買禮物俾孫仔。呢個優惠特別適合住新界西嘅長者，方便去附近離島玩樂。天星小輪都係免費，60歲或以上長者出示樂悠卡、長者卡或者身份證。就可以免費搭中環去尖沙咀、灣仔去尖沙咀等路線，同樣有同行者優惠，一位長者帶一位同行者免費。想象下，當日免費搭天星小輪過維港，睇維港景色，超 chill。日間睇藍天白雲，晚上睇燈光秀，感覺好詩意。呢個優惠係香港經典，搭天星小輪過海係每位香港人嘅回憶。長者日免費讓你重溫呢份感覺。記住啊，向職員出示證件，確認後上船。部分船有座位區，適合長者坐低休息。港九小輪都免費，65歲或以上長者出示長者卡或者樂悠卡，就可以免費搭坪洲去中環、坪洲去銀礦灣、坪洲去芝麻灣等路線，唔使拍卡，直接出示證件。呢個優惠適合去坪洲玩，坪洲有寧靜漁村氛圍，行小路，食海鮮，免費渡輪讓行程更完美。如果你喜歡寧靜地方，當日可以去坪洲散步，遠離城市壓力。珀麗灣客運渡輪服務都免費，60歲或以上長者出示長者卡、香港身份證或者其他有效證件，就可以免費搭珀麗灣去中環路線。呢個優惠方便住珀麗灣嘅長者進城玩樂，或者相反，去珀麗灣度假。免費渡輪讓交通零負擔，適合計劃一日遊。總結嚟講，交通優惠真係超多，基本上全港主要交通工具都覆蓋咗。長者日當日，你可以計劃一個免費交通遊香港嘅行程，從早上搭巴士去景點，中午搭渡輪過海，下午搭電車逛街。
晚上搭山頂纜車睇夜景，全日零車費，慳咗好多錢可以用嚟食嘢或者買嘢。呢個優惠不止慳錢，更係鼓勵長者多出門，保持活躍，預防孤獨。記住啊，部分優惠適用於60歲以上，部分係65歲以上。檢查清楚自己嘅年齡同證件。假如你係60至64歲，樂悠卡係必須嘅，65歲以上長者卡或者身份證都得。如果你有殘疾人士登記證，部分優惠都可以享用，但詳細查詢社署網站。出門前最好計劃路線，用手機 App 查交通時間，避免等太耐。假如天氣唔好，記住帶雨傘，安全第一。講完交通，嚟講景點優惠，因為長者日當日，好多景點都免費或者大折扣，讓長者可以輕鬆去玩。首選當然係昂坪360，60歲或以上長者可以優惠價30蚊買即日來回纜車門票，標準車廂，原價155蚊，慳咗好多。60至64歲出示樂悠卡，65歲以上出示長者卡、樂悠卡或者身份證。假如當日纜車滿額，你可以買換領券，之後到2026年1月抵用。上去昂坪可以參觀大佛、寶蓮寺，呼吸新鮮空氣，超適合長者散步。想象下，搭纜車上升，睇住山景變化，感覺好療癒。上去之後，可以慢慢行，睇大佛莊嚴，食齋菜，養生又開心。呢個優惠讓長者可以用低價享受到昂坪嘅美景，特別適合喜歡佛教文化嘅長者。記住啊，早啲去，避免排隊，帶埋水同輕便鞋，適合行山徑。香港海洋公園都係重頭戲，65歲或以上長者出示香港身份證或者長者卡，到正門售票處換領即日門票，完全免費。60至64歲長者出示樂悠卡或者身份證，可以100蚊買標準門票，原價538蚊。裏面有動物表演、水族館、機動遊戲，適合一家大細去玩。長者可以慢慢行，睇熊貓、鯊魚，享受大自然。譬如去熊貓館，睇可愛熊貓滾動，感覺好治癒；或者去水族館，睇魚類游水，放鬆心情。呢個優惠讓長者免費體驗主題公園，慳咗幾百蚊，可以用嚟買紀念品。假如帶埋孫仔，免費入場讓家庭聚會更開心。記住啊，園內有輪椅服務，適合行動不便長者。查詢園方安排。香港摩天輪都免費，60歲或以上長者出示長者卡、樂悠卡或者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到售票處換領即日門票。摩天輪喺維港邊，上去可以360度睇維港景色，日間夜景都靚。當日免費坐，值回票價。想象下，坐住摩天輪上升，睇住維港燈光閃爍，感覺好浪漫。呢個優惠適合喜歡睇景嘅長者，零成本享受高空視野。記住啊，摩天輪有空調艙，舒適安全，適合長者。香港馬灣公園挪亞方舟，凡購買成人即日正價門票198蚊，同行一位60歲或以上長者免費入場。長者出示樂悠卡或者身份證，到正門售票處，同行者要一齊入場。裏面有動物園、展覽、酒店，適合長者放鬆。譬如睇動物互動、學環保知識，感覺好有教育意義。呢個優惠讓長者免費入場，慳咗門票錢，可以用嚟食園內餐廳。漁護署香港濕地公園，65歲或以上長者免費入場，60至64歲長者可以用樂悠卡享優惠。濕地公園有濕地生態、鳥類觀察、行山徑，空氣好，適合長者晨運或者散步。想象下，早晨去睇鳥飛，聽大自然聲音，超養生。呢個優惠讓長者免費接觸生態，學習環保。康文署博物館同游泳池都免費。60歲或以上長者出示樂悠卡、長者卡、香港身份證或者其他證件，
就可以免費入17間博物館，包括香港科學館、太空館、藝術館、歷史博物館、海事博物館、文物探知館、孫中山紀念館、香港電影資料館、香港鐵路博物館、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太空館天象廳、香港視覺藝術中心、香港藝術館、香港科學館展覽廳、香港太空館展覽廳、香港歷史博物館展覽廳等。當日可以去科學館睇互動展覽，太空館睇星星，藝術館睇畫作，學習新知識，擴闊視野。譬如去科學館玩科學遊戲，感覺年輕咗好多；或者去歷史博物館睇香港舊事，回想過去。呢個優惠涵蓋咗文化教育，讓長者免費充實自己。游泳池方面，康文署轄下所有公眾游泳池，60歲或以上長者免費使用，包括室內外泳池、水上樂園等。假如天氣好，你可以去維多利亞公園泳池游水，運動下，保持健康。呢個優惠鼓勵長者運動，預防水中意外。記住帶泳衣同毛巾。其他景點如香港太空館天象廳，長者日當日免費入場睇天象表演。總之，景點優惠真係讓長者可以免費或者低價享受到香港嘅文化同娛樂資源。建議長者當日早啲出門，避免人多，帶埋水同小食，慢慢玩。假如帶埋家人，呢個係增進感情嘅好機會，創造美好一天。講到美食，長者日當日，好多餐廳同食肆都推出專享折扣，讓長者食得開心。美心 MX 同美心闊平方，憑長者卡、樂悠卡或者長者八達通，晚市堂食或者外賣75折，全線適用。除咗西九高鐵站同太子集團中心，美心 MX 有好多選擇，如腸粉、粥品、飯類，長者可以食個熱辣辣嘅晚飯，75折超抵。譬如一碗雲吞麵原價40蚊，打折之後30蚊，慳咗10蚊。或者食個燒味飯配青菜，營養均衡。呢個優惠適合晚飯時間，長者可以約朋友去食，邊食邊傾偈。記住啊，外賣都適用。假如唔想出門，可以叫外賣享折扣。大家樂都好抵，早市減3蚊，午市晚市滿30蚊送指定食品。出示長者卡或者樂悠卡。假如你係會員，喺手機 App 認證長者卡，滿30蚊送小食。大家樂有早餐套餐，如腸仔蛋飯，減3蚊之後更平。午市有焗飯、炒粉，適合長者食。譬如食個豬扒焗飯，原價40蚊，滿額送飲品，感覺好值。呢個優惠涵蓋1日3餐，讓長者全日享折扣。想象下，早晨去大家樂食早餐，減3蚊，慳返嚟買報紙。海港酒家集團免茶錢，憑長者卡或者樂悠卡，早茶免茶位費。海港有點心、蒸包，長者日去飲茶，免茶錢慳返幾蚊，食埋蝦餃燒賣，好滿足。譬如叫幾籠點心，原價加茶錢，當日免茶錢，慳咗10蚊。呢個優惠適合飲茶愛好者，長者可以慢慢食，邊食邊看報紙。記住啊，只限早茶時段，早啲去佔位。譚仔三哥米線滿30蚊減8蚊，出示長者卡或者樂悠卡，全線適用。譚仔米線辣辣地，長者可以選唔辣，配菜如牛丸、魚蛋，減8蚊之後一碗米線20幾蚊，超值。譬如加幾個配菜，滿額減錢，慳咗買甜品。呢個優惠適合愛食米線嘅長者，熱辣辣一碗，好暖胃。吉野家堂食或者外賣滿50蚊減5蚊，出示長者卡或者樂悠卡。吉野家牛整飯熱騰騰，長者食得舒服。譬如食個大牛整，原價40蚊，滿額減5蚊，慳咗買飲品。呢個優惠適用堂食外賣，方便長者選擇。一粥麵全單85折，出示長者卡或者樂悠卡。一粥麵有粥、麵、腸粉，適合長者早餐或者午餐。譬如食個艇仔粥，
原價30蚊，打折之後25.5元，慳咗幾蚊。呢個優惠全單適用，食得多慳得多。滿記甜品全單800折，同行者都享。出示長者卡或者樂悠卡。滿記有芒果班戟、楊枝甘露甜品解饞。譬如食個楊枝甘露，原價30蚊，打折之後26.4元，好甜蜜。呢個優惠適合下午茶，長者可以食甜品放鬆。增閃回轉壽司，滿150蚊送20蚊現金券。出示長者卡，壽司新鮮，長者可以食三文魚、吞拿魚。譬如食幾碟壽司，滿額送券，下次再用。呢個優惠鼓勵長者食健康海鮮。迪士尼樂園酒店翠樂亭餐廳同迪士尼好萊塢酒店藝彩廚，憑長者卡或者樂悠卡，小童價享用自助餐，需提前3天預約，到2025年12月20日止。迪士尼自助餐有國際美食，長者可以食到飽。譬如食海鮮、甜品，小童價慳咗幾十蚊。呢個優惠豪華，適合慶祝。幻彩詠香江海上自助晚餐，半價優惠。出示長者卡或者樂悠卡，邊食自助餐邊睇維港夜景，超豪華。半價讓長者可以用低價享高端體驗。其他餐廳如大快活、早市減3蚊，肯德基買1送1雞翼，麥當勞滿20蚊減2蚊，太平洋咖啡買咖啡送小食等，好多選擇，長者可以根據自己口味選。譬如去肯德基食炸雞，買1送1慳咗10蚊。記住，部分優惠只限堂食，部分外賣都得，檢查清楚。呢個美食部分讓長者食得開心，慳錢又滿足。購物方面，超市同零售店都大折扣。百佳超市憑樂悠卡選購佳之選、金御膳或者超直牌系列產品9折。全港超過230間店，長者可以買米、油、零食9折慳錢。譬如買1包米，原價50蚊，9折之後45蚊，慳咗5蚊。呢個優惠適合買日常用品，慳家必備。惠康超市憑長者卡或者樂悠卡，逢星期3買自家品牌產品9折，如御品皇、Meadows。惠康有新鮮蔬果、肉類，適合長者買日常用品。譬如買菜，原價20蚊，9折之後18蚊，慳咗2蚊。萬寧憑樂悠卡，會員全線產品95折，精選產品優惠。全港超過170間店。萬寧有藥品、護膚品，長者買維他命、面膜都抵。譬如買維他命，原價100蚊，95折之後95蚊。屈臣氏憑樂悠卡，會員全線產品95折，精選產品優惠。全港超過170間。屈臣氏有化妝品、健康食品。HKTV Mall逢星期3長者會員日，網購95折。用優惠碼SENIOR95，適合唔想出門嘅長者，網上買嘢送上門。譬如買日用品95折慳錢。Ian憑長者卡或者樂悠卡，指定貨品85至95折，逢星期1、2額外95折。Ian有日式產品，長者買壽司、便當759雅信屋，全單9折。出示長者卡或者樂悠卡。759有零食、飲品，超多選擇。譬如買巧克力，原價20蚊，9折之後18蚊。優品360，全單9折。出示長者卡或者樂悠卡。優品有廉價貨品，慳家必去。一田百貨憑長者卡或者樂悠卡，指定部門9折。一田有服裝、家居用品，譬如買衣服，原價200蚊。9折之後180蚊。Soft 眼鏡憑長者卡或者樂悠卡，正價眼鏡85折，適合長者配老花鏡。譬如配鏡，原價500蚊，85折之後425蚊。豐澤電器憑長者卡或者樂悠卡，指定家電9折。買電視、風扇等，譬如買風扇，原價300蚊，9折之後270蚊。其他如香港街市
憑長者卡指定產品9折，按期滿100蚊減10蚊等。譬如去街市買菜9折慳錢。總之，購物優惠讓長者買日常用品更平。建議當日去超市掃貨，買齊1星期所需。呢個部分讓長者慳錢過日子，感覺好實際。呢個就係2025年長者日全港優惠合集懶人包，交通免費去邊度，景點免費玩，美食打折食，購物折扣買。記住帶齊長者卡、樂悠卡或者身份證，出門前檢查天氣，約埋朋友一齊享。歡迎分享呢個視頻俾更多長者，訂閱頻道，下次見。